桌顶的桌仔耍看起来普通，也过详细看，内面包含台湾的历史。这款叫做府城巡踪，分做河地、清朝以及第三大时期。手牌嘛分别代表各时期的人物、文化和建筑。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在同一个时代里，让玩家实际在玩的时候发现，原来在这个时期真的我们可以这个点出现了这个建筑，那个点呢，在隔年又翻修，我们就发现这个就出现在台南的文化里。就很符合我们重现那种台南的那种感觉。当你抽到那个万元素牌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要去相对应的，就要有一些选择。好啊，所以是到过这几年，这将近50几个万元素的这个重组。然后它形成一种游戏的机制啦。玩家透过文化元素牌去分配各种资源，得到分数。游戏上紧15分钟就当完成。说明手册内有卡牌历史文化知识。地图嘛当规划出台南旅游景点路线，会当借着创意，得到无同的游戏趣味体验。做侪古迹啊，拢会画伫面顶。可是咱平常时咧行，伫台南咧行的时阵，你会去拄着古迹啊，即马出现伫咱的咧佚佗的即个游戏内底啊，感觉伊做特别。像即个什么学甲的慈济宫啊，我毋捌去过啊，因为我透过即个游戏啊，我个对伊的文化有一点就是较了解啊，会个想要去即个所在。文资处嘛免费送予台南市210间国小各一套桌仔耍，作为教育推广。同时嘛放伫新总馆、公园总馆、盐厅3间图书馆。提供予民众借来耍，希望市民学生会当透过桌仔耍，轻松入捌台南文化以及在地历史。台南市民所怀采访报道。